2009年6月19日，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上演嘅呢場賽事，藍衫右攻咗杏花邨海濱，左邊黑衫攻向右方嘅就係石安聯隊。時間夜晚7點正。為你進行旁述嘅係杏花邨海濱6號球員 Chris Wong。場上藍衫杏花邨海濱嘅正選陣容包括龍門99號嘅阿包、隊長10號嘅 Andy、左後衞25號嘅阿 Dan、9號領隊兼球員燒賣、13號嘅中堅威哥、3號澳洲外援 Leo。同埋18號嘅輝仔。石安聯隊喺球場嘅左前方有一個自由球，斬向中間，可惜出咗界。杏花邨海濱嘅門將阿包準備開出呢個龍門球。杏花邨海濱嘅10號球員 Andy 企圖以個人技術去盤樓，可惜未能成功啊！石安聯隊嘅進攻，起腳遠射，可惜啊，偏離咗目標。杏花邨海濱嘅龍門球。杏花邨海濱嘅3-2-1陣容啊，3個後衞，2個中場，1個前鋒。今日打單箭頭嘅9號嘅領隊兼球員燒賣。好啦，石安聯嘅進攻攞底線。好啦，俾輝仔回防清咗呢個危機嘅。石安聯嘅界外球。門前一片混亂，威哥大腳解圍。
好啦，石安聯嘅龍門首次足球啊，清咗出嚟。有冇帶衫啊？有啊，係嘛？咁最好啦。出鏡。今晚搏嘢。頂。好啦，我哋陣中嘅另一名主將阿女出個冇大髀。啱啱嚟到現場啊！佢身穿21號球衣，滿得唔得？佢下半場將會出場嘅。滿得唔得？一陣佢唔俾我出，咁我換嚟托場。佢一定會俾你出嘅。點解咧？佢會受傷嘅。咁啊係。睇住啊，俾人鏟低啊！佢想唔用你都唔得啊！急事啊！我知啊。冇啊，廁所有啦，維園公廁有嘅，冇理由冇嘅。I sure is not。我英文冇諗緊。阿女嘅英文不嬲都好強嘅。唔使翻工咩？收咗工啦。唔撚使開車。咁夜，你好早啫，收工踢完嗰時。夜我唔踢啦。直線。好啦，早後啊，釘子都波一個直線。唉，曳啊！我講嘅。吹咗咩咧？頭先個球證好似紅衫而家變黑衫嘅。識慢呀，師兄。哇，打得靚啊！你睇咗。石安聯呢個長傳，可惜啊，冇人接應啊。影下條柱先啊！拍攝位置喺條燈柱嘅旁邊啊！為你拍攝嘅6號嘅 Chris Wong。為你報道嘅係天空電視台嘅張家樂。哇！頂！呢先叫拍攝手法啊嘛！直線啦！解啊！要買中路突破啊！可以避過2個球員。我好應該換人喎，踢到咁。比賽只係進行咗10分鐘啫。21號球員阿女啊，希望換人入替9號嘅燒賣啊！似乎時候尚早啊，佢應該休息一陣先。10號 Andy 好不滿喎，對球證嘅判決同球證理論緊。球證判咗咩波咧？哦，係杏花村海濱嘅界外球。暫時雙方都未有真正埋門嘅機會啊！Andy 繼續同球證理論啊！